細個嗰陣，我成日聽婆婆講，你哋如果去泰國，一定要小心啊！佢仲會特別提醒我哋唔好隨便將自己嘅頭髮、指甲留喺酒店，尤其係床上、枕頭嗰啲位，因為佢話如果俾人攞到去，就可能會俾人下降頭。所以呢個去泰國會中降頭嘅概念，其實喺我好細個嘅時候，已經深深咁刻喺我個腦入面。所以今集我就想同大家一齊慢慢拆開呢個我由細聽到大嘅泰國降頭之謎。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 Get Alive。如果你係第一次嚟到我呢個 channel 呢，就請大家記得訂閱我呢個 channel 啦，同埋 like 我呢條影片，又或者 share 呢條影片俾你身邊嘅朋友。咁好啦，我哋事不宜遲，我哋即刻開始今日嘅呢個分享。講到降頭，好多人第一個反應都係神秘，甚至有啲恐怖。所謂降頭其實係一種流傳喺東南亞地區嘅傳統民間巫術，特別喺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甚至緬甸都相當普遍。簡單嚟講，降頭術通常被認為係一種結合咒語、儀式同埋所謂靈異力量嘅神秘技術。而喺民間嘅理解入面，佢主要可以做到幾樣嘢，例如用嚟報復一個人，或者控制對方嘅思想同情緒，甚至有人相信可以影響健康運勢。最極端嘅講法，仲可以攞人性命。而更加令人不安嘅係，傳說中降頭師唔需要直接接觸你，只需要你嘅一啲個人物品，例如頭髮、指甲，甚至姓名同生辰，就可以進行所謂嘅落降頭。所以你會發現，降頭之所以咁令人又驚又好奇，係因為佢好似可以做到一樣嘢，控制一個人嘅思想，甚至改變一個人嘅命運。但其實降頭並唔係一個單一來源嘅東西，佢更似係一種文化混合體，融合咗華人傳統法術、泰國巫術、馬來巫醫，甚至印尼黑巫術嘅元素。再加上長年喺南洋社會流傳嘅民間故事，同埋後來影視作品嘅渲染，慢慢就變成今日我哋認識嘅呢一個又神秘又帶住恐怖色彩嘅降頭形象。講完降頭係乜，接落嚟一個最多人好奇嘅問題就係降頭究竟係點樣運作？喺好多民間傳說入面，降頭並唔係隨便做就做到，而係需要幾個步驟同條件配合。第一步通常係建立連結，降頭師會嘗試攞到對方嘅個人物品，例如頭髮、指甲、日常用品，甚至係姓名、生辰八字。呢啲嘢就好似一個目標定位，令施法者可以鎖定你。第二步就係施法，透過特定嘅咒語、符咒或者儀式，將所謂嘅力量加喺呢啲媒介物上面。而根據唔同講法，有啲甚至會配合藥物或者毒物去加強效果。第三步就係影響對方。傳說中，當整個過程完成之後，被施降嘅人可能會出現情緒失控、身體不適，甚至運勢轉差等情況。而更加極端嘅講法係可以影響一個人嘅思想甚至行為。其實講到降頭，佢嘅種類係非常多，而且係冇一個統一標準嘅分類方式。但一般嚟講，可以根據佢嘅目的同施法方式，大概分成幾種比較常見嘅類型。第一種就係最常聽到嘅愛情降，目的好直接，就係令對方愛上你或者破壞一段感情。傳說中，施法者會用一啲所謂嘅情蠱、愛情符，再配合對方嘅生辰八字，甚至個人物品去做法。而民間講法係中咗愛情降嘅人，會突然之間對某一個人產生強烈依附，甚至可以去到不顧一切。第二種叫做病降，顧名思義，目的就係令對方身體出問題。有啲傳說會話會用毒物、符咒，甚至將一啲嘢放入食物或者飲水入面。而所謂嘅症狀通常係無原因嘅怪病，長期不適，甚至醫都醫唔好。第三種係比較陰暗嘅鬼降，呢一種係透過所謂靈體或者鬼魂去影響一個人。傳說中，施法者會召喚靈體，令佢附喺對方身上，而被影響嘅人可能會出現精神異常、行為怪異，甚至情緒失控。第四種就係符咒降，呢一類會用符咒、法術去控制一個人，例如將符藏喺你屋企、身上，甚至你唔知情嘅地方。
而民間講法係中咗符咒降嘅人可能會做出一啲連自己都控制唔到嘅行為。最後一種比較少人講但都好出名，叫做降頭油。傳說中呢啲油係用一啲好神秘嘅材料製成，再塗喺對方身上或者物件上，而被施降嘅人可能會出現皮膚問題、疼痛甚至身體異常。所以你會發現，無論係愛情、健康、精神甚至身體層面，幾乎人生所有你在意嘅嘢都可以被降頭呢個概念覆蓋。究竟一個人要去到幾絕望先會選擇用降頭呢種方法？最常見嘅第一種情況就係感情。當你真心中意一個人，但對方唔愛你，甚至離開你，你會開始失控。你試過挽回，試過改變，試過等，但全部都冇用。去到某一個位，你唔再係想被愛，而係想一定要佢愛你。喺呢種情緒之下，愛情降就變成一個選項。傳說中，只要做咗某啲儀式，對方就會掛住你，離唔開你，甚至主動翻嚟理你。呢種可以控制愛情嘅幻想，對一個失去理性嘅人嚟講，係好致命嘅吸引力。第二種情況就係健康。當你身邊最重要嘅人病咗，醫生都幫唔到，所有方法都試過，但情況仲係惡化，你開始恐懼，開始無助。呢個時候，如果有人同你講仲有一個方法，你會唔會試？所謂嘅病降或者解降，喺呢種情況之下，就變成一種最後嘅希望。唔一定係因為你信，而係因為你冇得唔試。第三種就係錢同生存。喺馬來西亞，其實有好多呢類傳說。例如有啲人會話某啲肉骨茶檔、沙爹檔生意特別好，係因為佢哋落咗降頭，甚至會傳會將一啲奇怪嘅物質放入食物入面，令客人食完之後會不自覺咁一直返嚟幫襯。你可以當佢係傳說，但背後反映嘅其實係一種現實。當一個人嘅生意唔掂、收入唔穩，甚至影響到生存，佢會開始想有冇一種方法可以翻身。而當正常方法行唔通嘅時候，呢啲偏門就會出現。所以你會發現，無論係愛情、健康定係金錢，降頭背後其實唔係邪術咁簡單，而係人喺絕望之下對控制同希望嘅一種執着。講到最後，其實一定要問一個問題：降頭究竟有冇科學根據？如果從現代科學角度嚟睇，答案其實好直接。目前係冇任何科學證據證明降頭真實存在。科學認為，一個人嘅身體同心理狀態係由好多因素組成，例如情緒、壓力、環境，甚至生理狀況，並唔可能單純透過所謂巫術就可以直接控制一個人嘅思想、健康，甚至命運。咁點解仲會有咁多人覺得中咗降頭？其實當中有幾個可能嘅解釋。第一就係心理暗示。當一個人相信自己中咗降頭，佢會開始產生強烈嘅恐懼，而呢種恐懼係可以真真正正影響身體反應，例如失眠、心悸、焦慮，甚至出現身體不適。呢種現象喺心理學上叫做反安慰劑效應 （nocebo effect）， 即係因為你相信有問題，所以身體真係出現問題。第二就係巧合加放大，人生本身就會有高低起伏。但當你相信降頭存在，你會將所有唔好嘅事情全部連結埋一齊，一啲原本係巧合嘅事情就會被你理解成有人對我做咗啲嘢。第三係一個比較現實嘅情況，毒物或者藥物影響，某啲所謂降頭其實可能涉及真實嘅毒物、草藥，甚至係食物被污染。呢啲情況的確可以令一個人出現身體異常，甚至生病。但重點係呢啲並唔係超自然力量，而係真實嘅生理反應。所以總結嚟講，降頭更接近係一種結合咗文化、心理同埋恐懼嘅現象，而唔係一種被科學證實嘅力量。但有趣嘅地方係，就算冇科學根據，佢依然可以影響一個人嘅情緒、行為，甚至人生。所以去到最後，降頭係真定假，可能已經唔係最重要，更加重要嘅係我哋點樣面對恐懼、面對失控，同埋面對人生入面嗰啲解釋唔到嘅事情。有時候唔係呢個世界有幾神秘，而係人太需要一個答案。
你相唔相信降頭，或者你有冇聽過甚至親身經歷過類似嘅故事？歡迎你喺下面留言同我分享，我都好想聽下你哋嘅睇法。好啦，今日呢個影片呢就分享到呢度。如果你都中意今日嘅內容嘅話，就請記得俾我一個 like、share 同埋訂閱我呢個 channel 支持下我啦。如果你覺得呢個故事有觸動到你嘅話，亦都可以用 Super Thanks 嚟支持我，等我可以繼續製作更多更有意思嘅影片。好啦，我哋下一條影片見啦，拜拜。